大水泛滥的时，耶和华坐咧做王。耶和华坐咧做王，直到永远。耶和华要手术溃力，予伊的百姓。耶和华要用平安赐予伊的百姓。三甲来吟圣诗，圣诗258首，请咱齐声感谢上帝。请起立。请由阮徛地，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伫带阮伫敌市，着救阮脱离迄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妹，煞只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，就天。当坐伫尊荣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咱国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的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51篇。上主安尼讲：我靠人。我靠为死的人会溃力，伊踮伫旷野打造的所在，因画亲像风波飞大丛的树。总是信靠上主，专心倚靠伊的。因亲像树栽伫水边，
炎热到也无惊。抗旱的年拢无挂虑。三甲鸭头来祈祷，慈悲疼痛，创造天地的主，阮伫天里的爸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经过一礼拜世间的了后，会当搁一摆三甲自己伫遮来亲近你。主啊，求你，互每一个来到圣殿的人，会当伫敬拜时放下所有的烦恼，专心来仰望你。主啊，今仔日的世界充满对立，无同的国家伫追求家己利益的时，制造侪侪冲突甲怨恨。以色列人对阿拉伯国家攻击的行动，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，东南亚国家互相的冲突，以及美国最近 Charlie Kirk 枪击的事件，主啊，这拢互阮的生活充满不安。伫台湾无共立场的人，也惯势用攻击代替对话，骄傲，互人伫意识到家己错误的时，用搁较侪的白贼话去包装，制造搁较极端的言论。主啊，遮的软者，互阮离开你愈来愈远。虽望知影你的应允甲恩典有够用，阮也是常常袂满足。也袂记你用耶稣迄款仁爱的心来行伫即个世间。主啊，恳求你赦免阮，也求你赐予阮一个敬畏你的心，互阮得到对你来的智慧，帮助阮面对生活中各种选择的时，有聪明甲智慧来明白你的旨意，行伫正道。主啊，又求你将仁爱甲愿望放伫阮的心内，互阮会当用你的疼来面对别人，带着你所赐的愿望行头前的路。互阮无论是伫顺境，也是逆境，拢会记你的慈爱，将这份疼传予四周围的人，互阮的性命成做你恩典的见证。主啊，阮教会福音的工课也愿你祝福。今仔日是职事的初选，请你亲自检选合你旨意的同工，各团契的聚会甲活动，也交托予你。尤其是拜三，阮新开始的生活查经班，请你带领甲保守。阮也要计划今年圣诞节的活动，求你亲自来带领。阮也少年今仔日无法度来到阮中间的兄弟，无论是出外，也是身体欠安，主啊，拢求你看顾甲保守。这时，请你搁一摆安静阮的心，也愿你的信心降临阮的中间。安尼恳求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恳求你听阮求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听阮恳求的声。学老，请圣歌队。
感谢圣歌队的学老。三甲来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罗马书14章7到8节。因为咱无人为着家己来活，也无人为着家己来死。因为咱若活，是为着主来活；死也是为着主来死。所以咱或是活，或是死，拢属伫主。讲道。请杜牧师，伊的题目是“青晓拄天红花水”。主的性命值得咱学乐，主的性命咱得跪拜。所以这嘛是礼拜日的时阵，咱三角伫遮做礼拜敬拜咱的八上帝的原因。同样这，大家平安。特别把的文的平安安怎讲？谢龙哦，赞！咱用谢龙这个祝福平安的话，咱头前后壁兄弟姊妹，你甲讲谢龙。Shalom, Shalom, Shalom, Shalom。愿八上帝平安常常甲咱三个伫地。过去因为我家己工作的机会，捌有6、7遍去家里以色列这个所在。因为去的时阵，少的天数有大概9天，长的时阵会有13、15天，所以伫遐常常有机会去拄到犹太人咧讲的安息日。犹太人的安息日是当时甲当时咱知无？犹太人的安息日对当时开始算，拜5下暗到当时到拜6下暗，所以常常会当有机会伫遐拄着安息日。但是伫遐拄着的时阵，互我足震撼的，就是讲，透早起来，咱得安尼刷牙洗脸，准备一下，特别去饭店食早顿。但是咧，落去饭店的过程中间，比如讲伫大厅、伫一寡所在，会当看到足多犹太人拢会家己找一个角落伫遐咧读圣经。好佳在迄阵我未做牧师，无真正歹势死，人安尼起床第一项代志，拢伫遐咧读圣经。咱是第一项代志要来食早饭。但是嘛是因为安尼，咱会当豆豆了解，原来犹太人对一寡代志，因的传统。因的律法守了非常非常的严，所以嘛，通好了解历史福音书的中间是安那，常常拢有法利赛人有文书会挑战主耶稣讲，安息日是安那会使甲人医治，安息日是安那会使安尼会当安尼，安尼拢是犯着律法的。即款的严格甲讲，当阮安息日伫饭店内底咧坐电梯的时阵，因有一种叫做安息日的电梯。我毋知咱听到安息日的电梯，咱对安息日的电梯，咱有啥物想象无？是安那伊会叫做安息日的电梯？那一天不能动，那一天要休息，袂当做工。no， 无咧，我有听毋对吗？但拄仔那就有人讲 no。安息日的电梯，后来我才知影讲，犹太人吼，真正是因的观念。严格甲讲，连你去甲试电梯的指压哦，你要去甲试，我要坐到第几层楼去，伊个叫做是工作。所以为着要互犹太人哩安息日莫工作，莫去试电梯，所以安息日的电梯就是拢设定好啊，每一层楼拢会自动停落来，门开，互你自动行出去。啊，你着拄仔等，佮等门关落来了，佮继续一层一层入去。问题就是讲，若是你住伫25楼咧。你住伫饭店的35楼咧，所以话犹太人嘛真巧，看到咱这款东方脸孔的吼，知影咱是观光客。当咱伫遐咧等电梯的时阵，伊就行来，真好咧，甲你讲，我住伫25层楼，无你帮我试一下电梯。当然，这对咱来讲是举手之劳，无问题嘛。所以咱就得伊试。但是一遍安尼帮人试，两遍安尼帮人试，3遍帮人安尼试的时阵，我去想到一个代志，就是讲。因感觉试电梯是咧工作，是犯着因的律法，犯着律法就是犯罪的意思。伊叫我去试，安尼叫做啥物？伊袂使犯着律法，伊袂使试，但是会使叫我去试，安尼毋是教唆犯罪吗？
不过就是讲对安尼，咱会当了解，就是真正一寡足虔诚的以色列人，因对旧约的律法真正守了足严格。所以你甲真还佫有迄款犹太教内面足虔诚的教派，因袂使去剃迄个胡须，出去一定要戴因的帽仔顶顶，拢有因的规定在内。所以看到即款犹太人的风俗，因的习惯，会感觉着讲信耶稣真好，因为耶稣互咱了解为上帝的旨意。有可能就是伫3000年前、4000年前，为着迄个年代的犹太人、以色列人所设的。但是主耶稣来，伊是要互咱偷放，主要是要爱互咱了解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安那。所以咱嘛无需要讲凡事看到《申命记》，凡事看到遐济律法的时阵，咱就惊着。因为做一个基督徒，主耶稣是要爱互咱心灵顶面的自由。毋是要为着遐尼济诫命来修甲遐尼辛苦的。但是今仔日咱所读到的圣经，要甲咱讲的，我毋知影拄你咧读的时阵会足沉淡无？咱活是为着主来活，咱死嘛是为着主来死。而且咱先来看讲罗马书伊的一寡背景。罗马书，咱会当来比较《使徒行传》，咱有可能会当发现，保罗咧写罗马书的时代，应该就是伊约第3遍咧宣告女行的过程的中间，已经到伫上后壁的后半段。所以有当时对保罗的批信，咱偷偷嘛会当了解，其实伫保罗传道理的过程的中间，后来有袂少伊头前所建立的教会。的兄弟姊妹愿意陪伊去传福音，所以会徛伫伊的边啊。伫这个状况，伊经过希腊的时阵，捌伫哥林多这个城市住约3个月久的时间，嘛住伫一个叫做该犹的会友的厝。伫这个期间，伊来写罗马书。但是我相信，当咱真正足认真咧看保罗的批信。其实，伫一寡批信的中间，常为着同款的事、同款的道理，保罗咧解说，互遐无同款的教会来听。所以有当时咱嘛会当知，就算做这教会伫无同款的都市，因嘛会去发生平同款的代志啦。所以，亲像讲，当咱所读到的经文，来咱做伙用台语来读一遍。咱无人为着家己来活。也无人为着家己来死，因为咱若活是为着主来活，死也是为着主来死。咱若有机会倒转去，咱过当头前的经文来看，头前的经文，保罗嘛咧甲会友遮个兄弟姊妹咧解说一寡代志，就是啥物物件食毋食的问题。我毋知影讲，咱会感觉足奇怪无？是安那一间教会内面，咱做伙食饭，为了啥物物件会当食，啥物物件袂使食，安尼嘛会当出论断，出彼此伫遐咧争议咧。有印象无？为着啥物款的代志？啊？拜过的物件啦吼，为着拜过的物件，因为对犹太人来讲，真简单。只要是拜过神明的物件，因都无来食。特别是咱嘛知影，伫罗马希腊文化下面，太侪无同款的神明，太侪无同款的神庙，所以一个罗马的都市咧建立的过程的中间，有真侪无同款的神庙，拢会伫遐建立起来。所以当遮个在地人，甚至外地人，因去到遮个神庙拜拜的时阵，因非常虔诚的方式，就是爱用羊、用牛来做祭拜。但是，当遮尔济羊肉、牛肉伫遐的时阵，要安怎处理？除了少部分庙师会留落来，互因遮家己做使用以外，其实大部分遮羊肉、牛肉嘛是最后拢是流出去外口的市场来做，袂互一般的人来食。因为咱通相信，伫2000年前迄个年代，就算做罗马帝国加纳强盛。因迄阵的物资
无法度甲咱真诶物资来相比啊。所以遮真珍贵诶牛肉、羊肉，最后嘛是对市场来卖出去。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什么款诶肉是对牧场直接买入来，什么款诶牛肉、羊肉是对饲庙流出来。因若无法度来判别诶时阵，无法度做分别诶时阵，上简单诶方式就是咱卖食。所以当教会因伫遐做伙咧食爱餐，拄着犹太裔诶本地人因咧做处理诶时阵，当然因就要去款即款诶肉来食，因会足注意诶。但是对一寡伫当地大汉遮诶初代信徒来讲，因本来就受到罗马文化、希腊文化，伫遐咧大汉诶过程诶中间，有可能因无感觉遮诶问题有遐尼尔严重。所以对受到罗马文化因所影响遮诶人，因会感觉讲啊，买来咱就甲煮来食，只要咱感谢过就好啊嘛。但是即款诶做法，犹太人因袂同意，犹太人因袂同意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会因为食诶关系，引起两边无共款诶信徒互相诶争论，甚至互相诶论断啦。所以，伫即款诶状况，保罗就来甲因教示，因毋通因为食诶问题起纷争。咱若感觉伫上帝面头前无问题，咱就感谢来食；咱若感觉无爱，咱就感谢卖食，无需要为着这来起纷争。但是我毋知影讲，咱伫台湾大汉，咱遮诶兄弟姊妹，你会感觉有遮严重无？还是伫咱大汉诶过程诶中间，你捌去食过咱拜拜过诶物件无？我捌有一个朋友摕饼互我食，食了后，伊才想到一项代志啊！你是基督徒吼，啊，这阮兜拜过呢，你食会有啥物问题无？啊，食了才来讲，咱嘛是感谢上帝嘛，宇宙万物拢上帝所创造的嘛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伫咱台湾一款的环境，只要你有够多的亲戚朋友。是未信者，我相信你有机会拄到这个状况，特别是第一代信徒。第一代信徒有可能规个家族拢是未信者的时阵，足有可能拢会去面对这款的问题。这款的问题对犹太人来讲非常重要。重要甲讲吼，我捌有一遍带团去甲以色列这个所在的时阵，下暗差不多将近9点。照道理讲，饭店的餐厅已经关啊，但是饭店的餐厅打电话给我，叫我落去餐厅一下。我就想讲，哦是啥物款的代志？哪会叫我落去？就落去看到底啥物代志。一入去餐厅了后，就看到阮有几个团员伫遐，团员看到我，就一直甲我回失礼。我咧想讲是啥物代志？需要一直回失礼。餐厅的服务人员真有礼貌。真有礼貌，态度真有礼貌，但是用词足直接的。你做一个领队，你敢无甲你的团员解说讲，来甲以色列，来甲一寡穆斯林徛起的所在，绝对袂使食猪肉吗？我想讲有啊，要出发进前，拢有甲大家解说讲，以色列人无食猪肉，不但是以色列人无食猪肉，穆斯林遮的朋友因嘛绝对拢毋食。所以咱来甲中东这个所在。要看到猪肉，要食到猪肉是足恶的代志，足困难的代志。就算做讲，阮不管你以色列、约旦、埃及踅偌济工，常常拢是爱踅到尾啊，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阵，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，伊遐有一个花伊所开的餐厅，阮需要提早甲预约、甲预定，伊才有法度创一个猪肉相关的菜来互阮食。无一般的餐厅，你去绝对无猪肉人食。这进前拢有解说过啊，因为这个宗教的关系，因为风俗的关系嘛。后来才知影讲，原来就是阮有团员惊讲来中东，毋知中东的食即款中东的食物食的习惯无，所以伊就带一箱的泡面出来，无拍算。早起时一定是饭店自助餐厅食嘛，足澎湃。大部分的晚餐，阮嘛是带因倒转来饭店来食自助晚餐。所以这自助式的暗顿，太丰富的啦！哪有机会互伊去食泡面？所以到最后，过2天，阮要去倒伊的时阵，伊会感觉讲规箱泡面过嚟食，无要过规箱摕倒去台湾吗？所以伊就真好意，咱已经出来过6天啊吼，有可能咱嘛足
想要食到台湾味，啊无招的，咱来餐厅甲招碗，啊招滚水，咱来泡面。咱嘛知影，咱若爱，莫讲爱食啦，只要台湾的泡面，咱知影迄个味足重的嘛。所以咧味一用落去了后，连餐厅的服务生嘛感觉讲，哇，啊这是啥物代志？啥物款的味？过来看，无看毋打紧，一看，咱有看到这个包装纸的亮点无？这是啥物泡面？啊，肉色泡面啥物做的？顶面吼写一个 pork， 咱讲猪肉人以色列人听无，人顶面写一个 pork， 人一看就知。恁奈伫阮的餐厅食猪肉啦，所以服务人员就带阮入去因餐厅内面的迄个厨房，当阮的面头前哦。当阮的面头前做一个动作，你们要看卖一个服务生做啥物动作？啊？倒吊哦！你太友善了。伊的动作，互我真正有惊一跳哦！一只伫阮的面头前，将因搭带食过泡面遐个碗全部弄互破。原因真简单，因不只是无食猪肉尔，这个碗放过猪肉，因就感觉这无清气。所以因无可能阁客互其他的人客来食这个碗，所以这个碗唯一的处理方式就是讲互破。所以咱通看，以色列人做代志非常认真，以色列人代志足认真到即款的程度。所以当有两批的初代信徒，一批感觉讲咱着感谢食就好啊，一批的信徒感觉袂使，感谢嘛袂使食，袂使就是袂使。所以伫教会内面，就因为安尼食的问题起问题，甚至造成一寡误会啊。所以保罗嘛咧年来讲，无食的人毋通轻看食的人，食的人嘛毋通去论断无食的人。保罗教示真简单，既然宇宙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，咱着用着信心，用着感谢，咱来食。但是你也感觉安尼食嘛无妥当，特别是咱也食了，互无了解的人，因为安尼来跋倒。安尼咱就用着感谢的心，咱来无食。所以毋通因为即款的代志，伫咱的基督徒的团体内面，因为这小块的事来起纷争啊。但是咱嘛毋通误会保罗的意思。保罗的意思毋是咧讲凊彩这嘛会使，凊彩嘛无要紧，咱就感谢去做就好啊。保罗嘛毋是安尼哦。只要保罗的批信，咱认真去甲看，咱会知影讲，保罗只要牵涉到一寡道德伦理的事，保罗伊也牵涉到一寡上帝心意的事，保罗只要有牵涉到一寡上帝无意爱的事，伊的教示、伊的教导是非常严格哦，袂使就是袂使。保罗无要管讲这个世间潮流是安那，保罗伊嘛无要管讲这个世间人真的意爱是安那，只要是上帝无意爱的事，咱就绝对毋通去做。这就亲像讲，保罗说咧，希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会当三角同工，咱会当三角来为着主的名来努力奋斗。就亲像咱今仔日嘛要做这个职事的预选，我毋知影讲过去咱捌发生这款的代志无？有的教会要选职事、选长老，吼，迄竞争性非常强呢。为着要选职事、选长老，搁爱扣票呢。恁捌听过讲有教会为着选职事、选长老，阁有人去做票的无？我相信，甲是为着要望做上帝的工，感觉有职事、长老的积分，会当有更较侪的能力来做，安尼是好事。但是，甲为着安尼坐破头，为着安尼坐甲大兄弟姊妹起纷争，绝对毋好。我相信，就比如讲，咱遮有一盆花伫遮，有一盆花伫遮。甲准遮尔水的花是主耶稣，你感觉只有一缕花采伫遮，无其他的花，无其他的叶仔的话，你会感觉这缕花采伫遮有水无？有啦，检采嘛是真水。但是咱会当发觉，当无共色的花，无共这个形状的花，包括遮青色的叶仔，大家做伙插伫遮的时阵，这盆花会愈水啊！这盆花会哪澎湃，哪精彩啊！所以平平咱伫教会，我嘛相信，当咱早期的神学家、早期的信仰前辈，加尼门所咧甲咱讲的，人拢是啥物？
人人拢是祭司。意思就是讲，不管咱有积分无积分的名伫遐，咱白白拢来服侍啊！就亲像过去这一礼拜，我真感动。我的感动就是在礼拜一的时阵，甘上长老，而且会告白色，而且坐满满。咱的兄弟姊妹愿意拨出咱的时间，而且陪甘上长老行最后，离这个世间上的一个路站。咱伫遐彼此安慰、彼此鼓励，真水啊！上时我出去探访的时阵，伫探访的家内面，伊有讲着讲，哦，牧师娘，感谢恁来，嘛感谢咱教会兄弟姊妹对因足关心的，因为前2天梅老师嘛有敲电话去甲因关心。有一天下晡，我甲孙师母嘛准备要出去探访的时阵，拄着玉兰执事、玉兰姐倒转来，因嘛拄去探访有需要的兄弟姊妹倒转来尔。所以我会当感觉讲，伫咱的教会有一批咱的兄弟姊妹真关心咱其他有需要的兄弟姊妹，真好，真赞啊！所以当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在咱的南门教会，唔通只是看讲有名无，有积分无。一个教会好，需要咱大家拢总来啊！就亲像今仔下早我嘛咧举一个咧，下早礼拜。甲咱第2堂的礼拜，离咱最近这几礼拜安尼加起来，大概拢有差不多210个人左右。今仔日有一个新的人来到咱的中间，今仔日有一个新的朋友来到咱的中间。检猜你的个性亲像我共款，拢做害羞内向的嘛，无要紧。你只要看到咱新的朋友来，你甲拍一个招呼，欢迎伊，3字安尼就好啊。咱人每一个人拢肯去甲这个新来的朋友，甲拍一个招呼，欢迎你来，3字4字就好啊。你要相信无？这个新来的朋友，伊唔免甲咱回答什么款的问题，伊唔免甲咱开讲什么款的事，伊就打拄着咱210个兄弟姊妹伫遮，咧甲问安尔，伊就无用甲袂了啊，伊就无用袂了啊。凡是伊倒去甲厝，伊只有一个感想。伊只有一个感想，咱台北南门教会哪会遮温馨啊？当要讲应付一个欢迎你来，伊就应袂了啊。所以一间教会要叮当，一间教会是毋是会当温馨可爱？需要咱每一个人啊，需要咱每一个人啊。所以保罗里遮有用一个希腊文，非常的水。这个希腊文也咧讲，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接纳的，上帝接纳咱每一个人。这个希腊文伊咧讲 plus lamano， 其实这个字是有2个字甲合做伙，一个是 plus， 合做伙，迄个合，我和你的和，着什么，平平同齐什么。第2个字 lamano， 就是接受，客来接受。所以当这个2个字甲合做伙了后，咱会通了解就是讲，当保罗用这个看起来只是一个字的希腊文尔，伊咧甲咱提醒就是讲，咱拢是主内兄弟姊妹，咱甲主耶稣是彼此结连做伙机体。这个结连做伙机体，早前有一首歌，我袂记叫什么名，你侬我侬嘛，什么款的歌名？内底有一个歌词，就是咧讲，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。一个六个妹啊。有你的一部分，有我的一部分，结果咱的2个部分甲放做同一个落布碗啊，带桥带啊，烧了后，从此以后分袂出什么是你，什么是我，这就是共同的一体啊！咱就是共同的一体啊！我们是一家人啊！所以有当时啊，当咱咧讲，咱是基督徒，这个基督徒，伊代表的。不只是一个身份，不只是咱的一个信仰，这个基督徒咧代表的嘛，不只是咱表面上咧看，咱是主耶稣的学生安尼尔。用保罗所讲的，咱爱彼此接纳，合为一体，但是彼此接纳，行做伙共一体的时阵，这个基督徒所代表的是咱甲基督的连结啊。所以前2、3礼拜，咱一直咧讲的，咱甲爸上帝的关系，咱甲人的关系就是安尼啊。咱若关系若好，咱就结连做一伙啊，结连做一伙啊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就是咧讲，今仔日咱3甲坐伫遮来做礼拜，
就亲像咱在圣歌队所献的诗，主的圣名咱爱学了，主的圣名咱爱跪拜。所以咱嘛透过礼拜日的透早，咱三甲伫遮组织敬拜。所以咱伫遮咧组织敬拜的时阵，迄表明咱是一个团体，咱是一个共同体，咱要伫遮做伙来敬拜咱的父上帝啊！无你有法度想象无？你有法度想象，若是顶礼拜一，甘上长老的个别式伫遮咧举办的时阵，只有甘上长老的家属啊，甲我啊，阮蹛遮面对面，蹛遮你看我，我看你。迄个气氛会真正足温馨吗？甘上长老的家属会当去感受到咱彼此的安慰、彼此鼓励迄款的美好吗？无法度啊，无法度啊！迄就是需要咱每一个人，咱每一个人伫遐来甲因得意。咱每一个人，甚至我有看到咱阮兄弟姊妹真好，就甲净化长老娘揽调的，甲净化长老娘揽调的。净化长老娘有特别甲我解说，美心长老嘛有甲我特别解说，因为美心长老即礼拜出差无伫的。净化长老娘伊的妹妹嘛真甘心，为着要互伊散散心，即几工带伊倒等于咸水的老家去散散心，啊嘛去看一寡，可能较无方便来参加个别式的长辈等等。咱会当看，这就是家人呐、这就是家人呐、所以，当保罗足简单的一个字咧，甲咱讲的，咱得学做一伙。因为当学做一伙了后，咱有的人是花，咱有的人是青叶啊。当咱各做伙的时阵，咱会当成做一个精彩佮丰富的生活。所以，伫圣经内面常常咧甲咱讲，检采一句话看起来是真正哪像个叮当。来，咱佮做伙读一遍。咱若活是为着主来活，死也是为着主来死，所以咱也是活，也是死，拢是属于主。不管我还是死，拢是属于主，因为咱甲主耶稣是同一体嘛。所以当咱咧讲，咱来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，咱要咱荣耀上帝，咱要咱荣耀上帝，一定要事业做成功吗？一定要读册第一名吗？只要咱看圣经，咱就知影。上帝的心意无讲，咱一定要做头家，咱一定要读册第一名啦。上帝会甲咱讲，我们要在小事上忠心。咱伫一寡小项、细项的事顶面，咱就要忠心，咱就要拍拼。因为咱有的人，咱的才能有可能是1000两银的；有的人的才能，上帝予咱有2000两银；有的人的才能，上帝予咱5000两银。所以1000两银的嘛，无需要赌强去做2000、5000，轻轻松松啊做1000就好。5000两银的，咱嘛毋通因为咱5000两银，咱做3000、4000就足厉害啊。所以上帝话甲咱讲的细项事顶面，咱着忠心。所以读册，咱着努力读，尽量读安尼，尽咱的能力。食头路的时阵，咱嘛是努力读，尽量读安尼就好。当我们在小事上忠心，上帝伊的福气就要加添予咱啦。就亲像我捌伫一个观光饭店咧做的时阵，这个观光饭店，甲要用房间数来讲，是咱台湾上界大间的一个集团，包括因后来佫发展其他的副品牌的饭店，一直发展落去，包括台中力宝乐园，迄拢总因兜的。当我受派去甲垦丁县的时阵，垦丁县伊的房间数只有199间。但是伫这个集团内面，伊有其他的饭店的分馆，300间房间、500-600间房间的拢有。这个饭店的头家非常厉害，我无咧插你几间，每一道就只有比恁的营业额做偌济安尼尔。每一年咧定目标，伊嘛袂甲阮定，你家己提出，你会当做偌济。但是第一道提出，第二道提出，第三道提出，你拢毋免想要过，伊绝对甲你等倒转来，佫等倒转来，佫等倒转来。就是要甲你逼甲你会进步，所以伫这个饭店集团内面，因常常做的就是来所有分馆的业务人员拢总集合。有当时啊，就是分馆每一个行销业务主管拢去桃园的总公司开会。有当时啊，公司嘛足刁故意的。我所讲的足刁故意，就是伫遐讲，检采伊是要表扬洪灾。
常常就是讲，阮垦丁馆拢用199间的房间会当做偌济营业额，啊，恁300间的哪会做一款型尔？恁500-600间的哪会做一款型尔？一开始咱可能会感觉讲，哦，好佳哉！你看，咱用199间会当做赢其他的300间、500-600间的分馆。但是后来，阮嘛发现一样代志，当常常互公司安尼咧表扬的时阵，话心胸较宽阔的主管，因会甲阮问讲：啊，恁到底是安怎做的？但是有的心胸比较狭隘的主管，无拄拄安尼来看阮做这项事。但是上无有这个好处，迄个好处就是讲，伫这个集团内面，常常拢爱拜拜，常常拢爱拜拜。比如讲，伫阮的分馆的大厅，时间到，就是嚯，放偌大刀的物件伫遐咧拜拜。但是我有表明我是基督徒，我无举香拜拜。后来每一道的拜拜，人拢知影我是基督徒，绝对袂举香拜拜。但是因足安心的，因足安心的，因为阮用199间的房间，常常就是赢过遐300间、500间房间的营业额啊。所以捌有我的同事甲我讲，恁的上帝厉害，毋免举香嘛才够。所以咱伫小事上忠心，咱将咱该做的代志做好，其实咱就已经咧荣耀上帝啊。所以要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，咱就爱知影讲，咱嘛无拄拄要将即款的看做遐尼重担的一项事，咱无需要甲讲基督徒即3个字看做遐重担的事，无需要啦。就亲像款瑞咧甲我讨论讲，12月24号咱来一个报佳音活动，好无？好，太好诶！12月25号下晡，咱过来创一个福音茶会，好无？太好诶！所以恁敢知？顶礼拜六我真正已经赶不及了。咱的幼儿园园长伫因一个家长校务的一个会议顶面，叫我过，互因熟悉一个时阵，我已经拢甲这个代志甲因讲啊。这个父母会当听到讲12月24，哦，有平安夜，会当带着囡仔来享受平安夜的气氛，会当出去安那多安那，听起来足好耍的哦。就已经有人笑笑啊，伫遐咧点头啊。我甲讲不止安尼哦，恁若营业无代志，12月25号，因为今年开始放假嘛，下晡还佫有一个茶会哦，你会使伫遮啉免费的咖啡，食免费的一寡糖仔饼。啊，佫有人唱歌互你听哦，咱大只开讲安尼好无？有的家长听到就那像咧袂歹哦。所以有当时咧讲的，就是咧讲，咱若感觉讲传福音，哇，可能爱有啥物款的 SOP， 传福音可能爱做过真侪无共款的操练甲造就，甲有真好，甲有真好。但是有当时啊，咱嘛毋免甲传福音这项事看做遐尔复杂。咱今拜2、拜3、拜4，拢有社区的活动。咱若肯去甲咱微信的好朋友、厝边亲戚讲，会当来参加拜2、拜3、拜4社区的活动。其实你只要甲讲出去，因就知影讲，咱教会有咧做真侪社区的事工、社区的服侍。因若肯来，其实你已经咧传福音啊。检查你会感觉讲，我只是叫伊来，讲袂歹叫伊来尔，安尼哪会叫做传福音？有当时啊，当因有第一遍的机会踏入咱的教会，迄就是接触福音的开始啊。就亲像咱拄咧讲的12月24的暗暝，咱也会当出去报佳音。我嘛相信，你甲你微信的好亲戚、好朋友、好厝边甲讲，来看卖嘛，咱教会迄款圣诞平安夜的气氛到底是安那？来感受看卖嘛。只要因愿意，因就有机会踏入教会，唱着咱的诗歌，听着咱所讲的，啥物是福音嘛？就亲像12月25号下晡，招人来啉咖啡嘛，是算传福音哦。是啊，是啊，因为咱已经邀请因有第一步的机会踏入教会啊。安尼有简单无？安尼有简单无？就亲像过去我伫家己广南教会咧无会的时阵，阮有啥物款的活动？因为阮迄个庄连柑仔店嘛无，所以阮若要办啥物活动，迄消息要哪出去？所以有当时啊，我会去做一寡电子档，一寡图片，
伫 IG、伫脸书都安尼甲发布。所以我鼓励阮的兄弟姊妹，你也愿意一支手机啊，尔啦。咱遮有的是大人真赞，去手机啊班好咧学物件。顶一道我伫遐听到迄老师教的物件我袂晓，咱的长辈会晓呢，比我较厉害呢。但是即款你只要甲遐电子图档下载，也是像讲 FB 全部分享出去，一支手机啊几秒钟的时间尔，这个消息就会当出去啊，这个消息就会当出去啊。就亲像前几工，我甲慈云师母去国英济因兜探访的时阵，拄好迄是拜五的下晡，拜五下晡啊，毋知咱兄弟姊妹有人看到无？拜五下晡啊，妇女团契伫遐咧聚会，聚会甲外喜乐的，聚会甲外有活力的。我将迄个相片互叶英姐看的时阵，伊拄仔咧笑，拄仔咧笑。安尼无足好个嘛？咱只是邀请人来参加这个社区活动，参加咱的妇女团契、乡里团契，伊也真正会当感受到迄款的平安快乐。这不只是做好事的观念尔，咱就已经咧传福音啊。所以传福音有简单无啊？传福音有简单无啊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伫教会内面任何服侍，咱无拄拄需要一定要有长老、执事的名分。无拄拄一定要有会长，什物款当工的名分？当主耶稣咧甲咱讲，咱的大使命，就是将福音传家每一个角落去的时阵，伫真个现代非常简单啊。既然咱都有即款的福音茶会会当邀请，咱也真正有一寡教会活动，咱会当用这个脸书、IG 找安尼几秒钟，就当将这个消息分享出去啊。真个传福音有简单无？真个传福音有简单无？初代的信徒非常辛苦，特别是当罗马皇帝尼禄伫遐迫害基督徒的时阵，要持守这款的信仰，是一个生死生命交关的代志啊！咱我都想象无。要信一个耶稣尔，只是要去聚会尔，迄就是一个生死交关的代志啊！所以初代的信徒伫尼禄皇帝的迫害下面，真多放弃因家己的产业，放弃因家己徛起的所在，米甲一个我毋知咱有兄弟姊妹有迄个机会去无？去甲一个土耳其中部足偏僻的所在，叫做卡帕多奇亚，迄个地区米去遐去，为米伫甲西山洞。话比伫较大一点的山洞内面，甚至话往地下一直挖去。咱有机会去甲卡巴多奇亚迄个所在的时阵，我相信真侪旅游团拢会安排落去下面小可看一下，小可看一下，感受一下就好。因为下面会大甲几啊万人伫遐做伙徛起啊。因放弃家己的产业，放弃家己徛起的厝，走到遐去比，就是为着要持守这个基督的信仰尔。像这个图片，互咱看的，就是因为讲，迄阵罗马兵丁嘛四界咧找这基督徒要甲因掠，为基督徒就秘入一款的蒙阿布内面，即款崩坑恶入的蒙阿布。因为罗马兵丁只要看到这款的墓穴，看到这款的蒙阿布的时阵，因会惊，毋敢入去。因为罗马人、希腊人其实对死亡这项事，你莫看讲因有当时足勇敢的看，啊，讲着小战冲第一。倒转来甲因家己生活的范围内面的时阵，看到死人，看到蒙阿布嘛是会惊。所以最初代基督徒就秘入一款的墓穴内面，佮对内面挖一个棚坑，一直问，你要甲上内面，因秘在内面在遐咧聚会啊。所以咱通知初代基督徒真正非常无简单，非常无简单，非常无简单。所以我相信，台北南门教会需要咱每一个人。台北南门教会，甲要用感觉咱是一个足温暖的教会，会彼此关怀的教会，需要咱每一个人，就亲像这张花同款，需要咱每一个人，咱南门教会才会当变做一个美满、水、丰富、
互咱的生活、咱的性命更加精彩的教会啊！阿妹嘛，三个来祈祷。天父，阮上帝，你面头前，阮真正感谢你，今仔因带带领，互阮兄弟姊妹会当拨出这个时间，三个伫遮敬拜阿罗你的圣名，搁再一遍献上阮的感恩，安尼祈祷拢上好，主耶稣基督圣名。三甲来吟圣诗，圣诗605首，靠主稳定奇妙快乐的保护，请起立。奉献，请张惠瑜、林祥宇结束。
诗歌请开立。请坐。即摆我来报告。第一点，欢迎大家来礼拜。礼拜了，请劳部互相请安，以及到地下室享受爱餐。后礼拜是承德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。第二点，小会公告。今仔日举行即次的初选，有会员籍的人请领选票。圈选4名了后，会当投入奉献地，也会当交予长职甲干事。全体长职爱餐了后，请到6楼通过选票，咱要选出8名候选人。第三点，即礼拜甲后礼拜会伫1楼公布新的陪参会员名单，若有问题的人请联络小会书记吴中勇长老。第四点，长职的选举要伫9月28号举行。要伫9月28号举行，迄天的好会是联合礼拜，咱要改选长老3名，即次4名，未摕到选票的人会当举手，互长职知影。也会当去等下礼拜了后去楼骹。第三点，开往天堂的巴士读书会是白佑谦长老主理。即礼拜是暗时7点半伫办公室开始，有兴趣的兄弟请往办公室报名。第四点，新形态的拜三生活查经班已经开始，内容真趣味。欢迎兄弟来参加。第5点，第4季的事工预定表，请伫9月24号进前交予办公室。团契消息，夫妇团契，即礼拜有夫妇团契，后礼拜有相连团契的例会，请兄弟参加。下面的教界消息甲大道事项，请咱家己看。即摆我来介绍新的朋友，杨佑明长老甲长老娘，以及长老娘的姐姐，请起立。领队美国转来，请坐。第一名是新来的弟兄吴建勋弟兄，请起立。第3楼，伊是斗南教会，刚搬来台北工作。这是咱来行平安礼，请起立。
圣诗394首。吟诗了，请读律师就读。愿被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，主耶稣的慈悲甲怜悯、信心的保守甲引带，拢甲咱以及咱的亲人三甲弟弟，对一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，绿岛闭会。